BB 腸道發育好，免疫打得好，媽媽就最放心。原來做咗媽媽之後，個人真係會緊張咗。試過因為 BB 肚仔唔舒服、皮膚敏感唔舒服，都令到我好擔心。朋友就推薦我食呢一隻 Hola Plus 兒童醫學級益生菌，可以強化 BB 腸道，增強免疫力。俾得 BB 食嘅，我只會揀最好、最安全。要 number one， 我揀 Hola Plus 兒童醫學級益生菌原配方200億，本港科研團隊研發 Alpha 益生菌組合，精選最適合小朋友嘅鼠李糖乳桿菌，3日降低幼童常見致病原86%，改善兒童濕敏49%，降低鼻敏症狀62%，提升免疫力78%，而抗濕敏嘅效果仲可以持續11年咁多，有埋兒科醫生認證，市面上真係揾唔到第二隻可以咁多認證㗎，6個月以上就食得，溝落米糊同埋水果泥都得 ，BB 都會中意食㗎，只係每日1包 ，BB 食咗之後便便靚仔晒，又舒緩到腸道敏感 ，BB 免疫打得好，媽媽就最放心啦。